再来这一首歌，在部落结婚，大家都会听这首歌。不好意思，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部落风，我们把部落的一些讯息来讲。每次结婚都会听到这首歌。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，以前有一位青春王子，60年代、70年代，他很喜欢把很像卫生纸的白色的围巾挂在他的脖子上，他叫刘文正。有听过的举手。大家都跟我一样年轻。哎，不要一直露馅啊！好了，我这么勉强。我们为大家带来这一首歌，这一首歌专门针对我们30岁以上的大哥哥大姐姐。我觉得会唱就一起唱啊，因为我们今天还算是同乐会，为大家带来《为青春欢唱》。美好时光。好，